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中发生着离奇的命案。一个18岁男高中生，伊的爸爸过身，伊继承着5亿的房地产。5月初四迄天的透早，负责处理着房地产的大师，伊的后生来到男高中生的厝内，讲要做伙出去讨论房地产的规划。尚未到东康的这个中昼，这个男高中生就伫个大师的后生的厝内坠楼死亡。事后，男高中生的妈妈发现一件让伊真着惊的代志，就是后生同工甲大师的后生出门了后，竟然是2个人相带到户政事务所登记同性恋结婚，2点钟了后就坠楼死亡。也就是讲，双方的婚姻是有效的，所以男高中生5亿的房地产由这个大师的后生优先来继承。再加上这个男高中生无偌久进前，因为暗恋一个女同学接受到辅导，所以妈妈甲律师拢认为男高中生死因无单纯。我都接受这个事实啦，一个囝安尼饲到18岁。妈妈哭甲真伤心，因为伊18岁后生2礼拜进前向为楼顶栽落来过身，死因是真无单纯。已经就走了啦。这个18岁高中查甫囡仔，因为爸爸过身，继承超5亿的房地产。5月初4迄天，会知影负责处理房产的大师后生，讲要含高中生出去讨论房产的规划。结果2个人煞是走去户政事务所登记同性结婚。虽然2个人回到大师因家啉酒，在1点多，这个高中生就为楼顶栽落来过身。结婚需要有2位证人，嫌疑人的答辩是说，这2个证人是他们在路上随机乱找的。向结婚，搁伫咧2点钟后为楼顶栽落来死亡，加上高中生含这个大水后生见面过无几摆，互妈妈含几任律师接期，这一切真无单纯。是一位异性恋者，他不可能去进行同性结婚，他不喜欢男生，他是喜欢女生。他因为暗恋女同学而去辅导室，这个是已经经过查证的事实。我们不认为他是情中，我们认为他是被加重罪了。几任律师嘛讲，2个人婚姻有效，加上即马房产的相关证件拢伫咧大师手头，经伊规定会当随时刷到大师后生的名下。虽然当时有提出杀人罪，不过大师后生同款30万交保，嘛无限制出境。至少你要限制出境，要限制住居，要限制出海。现在向结婚是发生什么代志？问大师，对方嘛无愿意接受访问，敢若讲后生向结婚，伊嘛真意外。不过即摆已经进入司法的听书，伊嘛无愿意加讲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